我哋係澳門學16號一班太理想嘅學術宅男。大家好，我係澳門學16號嘅 Jasper。上集 podcast 我哋就探討咗澳門嘅菲律賓社群同埋佢哋後代身份認同等等嘅問題啦。但係其實澳門作為移民社會咧，雖然90%都係華人，唔少華人咧其實係嚟自20世紀中期幾波東南亞華僑嘅後代嚟嘅。佢哋嘅到嚟咧，當然係豐富咗澳門嘅文化同埋生活啦。例如三盞燈嘅緬甸魚湯粉呢個甲級嘅戰區啦，每年嘅泰國美食節啦，仲有好有特色嘅印尼糕等等啦。咁當然伴隨住亦都有佢哋後代嘅身份認同嘅問題。所以今集咧，我哋又訪問咗3位嚟自緬甸、柬埔寨同埋印尼嘅華僑後代，同佢哋傾完偈之後咧，發覺佢哋對自己嘅身份同埋文化嘅認知咧，似乎係處於唔同嘅階段嘅。有啲人就好豐富，有啲人就係啱啱先知道自己嘅華僑後代嚟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對唔同嘅事情都有唔同嘅理解嘅。但係有意外咁咧，有啲觀點係佢哋會相似嘅。而佢哋講嘅家族史咧，即係點樣入到嚟澳門啊？俾咗幾多錢澳葡政府啊，同埋點樣適應澳門嘅生活、落地生根等等嘅問題咧，都唔係主流澳門市會聽到嘅內容嚟嘅。而咁樣反而更加有趣嘅，我覺得。咁就事不宜遲，開始今集嘅內容。Angus，hello， 可唔可以同大家 say 個 hi， 然後簡單講一下，介紹下自己，同埋係邊度嘅華僑咧？好，hello， 我係 Angus， 我係緬甸嘅華僑，算係僑3代啦。咁而家都90頭啦。咁我哋都第一個問題一定要問咧，就係上一代啊，你嘅前2代啦，即係外公外婆，點解會選擇嚟到澳門嘅先？其實應該同大家嗰啲華僑都係差唔多嘅，無非都係戰亂啦，跟住後尾有內戰啦。咁我自己外婆係馬拉出世嘅。咁因為佢有啲家庭原因啦，咁啊又去咗福建，之後又打仗啦，咁就去輾轉之間又去咗緬甸。過咗一排，即係佢啲小朋友都出世，即係我啲姨媽姑姐啦，出咗世冇耐之後咧，嗰邊又排華，咁所以就有親戚申請嚟澳門，就嚟咗澳門度開始即係所謂嘅緬甸華僑嘅生活啦。喂，咁其實你嘅即係前2代外公外婆係好動盪嘅，即係我見你係講話去馬來西亞，即係本應馬來西亞嗰陣時已經係 stay 咗喺嗰邊好耐噶啦，係嘛？佢係馬來西亞人嚟嘅，即係馬來西亞出世嘅。哦，但係佢係華人嚟嘅，華裔嚟嘅。係啊。OK， 然後去咗福建之後，就因為你講到跟住二戰又遇上呢個國共內戰啦，即係你講得其實仲詳細嘅文字版，跟呢個聯合國嘅船去咗緬甸，然後1967年就大家都知道嘅緬甸排華啦，跟住就再輾轉就嚟到澳門。係啊，所以其實嗰陣時多數嚟澳門嘅緬甸華僑都係60、70年代嚟噶咯。咁你知唔知道其實嗰陣時就好多人會因為排華而出走嘅？咁其實我要去香港、去澳門，甚至去台灣都得嘅。咁點解要揀澳門？佢主要係因為有親戚，即係我阿公嘅阿哥喺呢度。哦，係咪算係一個擔保性質啊？即係嗰陣時嚟到澳門嘅人要做擔保人。係啊，因為佢嗰陣時所謂，我諗佢哋聽佢講啊，澳葡時期係要人喺度擔保嘅，如果唔係都好難入到嚟。我揾資料咧都係知道話，澳門嘅華僑好多嘅，印尼啊、緬甸啊、泰國啊、柬埔寨啊。其實緬甸係最多人嘅，喺嗰個排華期間過嚟嘅，差唔多有2萬人。咁所以其實都好合理。即係你啱啱都提到話要交保證金，又要擔保。咁你提到話其實係兩邊都要交錢嘅，即係緬甸嗰邊又要交錢，澳葡呢邊又要交錢。係，都係我真係聽我姨媽講，佢就話因為嗰一邊咧，你知緬甸政府嗰陣時好似係啱啱軍政府開始，係啦，咁佢哋就即係你知軍政府都係講錢噶啦，所以佢一離開緬甸嘅時候係要交一嚿錢先嘅，咁嚟到呢邊好似都要交一嚿錢，
知唔知道佢哋俾咗幾多錢啊？因為我好似話唔同原居地嚟嘅華僑嗰個保證金啊、抵押金好似都唔一樣。我呢個真係唔係好知。哦，因為我揾資料就緬甸好似係最多嘅，即係好似話可以多到15,000，呢筆錢係可以攞嚟買樓嘅錢嚟嘅。跟住而家可能少啲嘅，可能幾百蚊就得噶啦。咁但係我揾到嘅資料，佢冇講話究竟緬甸俾更多錢嘅原因，即係俾其他華僑俾更多錢嘅原因係咩咧？其中一個可能係因為佢哋人多。誒，但係你提到話之後佢哋一開始係住新橋區，然後再搬到去三盞燈。係啊，佢哋一開始嚟租嘅，因為嗰陣嚟到都冇錢啊嘛。係啊，跟住就親戚即係所謂接濟佢哋，就幫佢揾咗個單位喺提督馬路嗰附近租咗一排。頭先都講到啦，即係緬甸嚟咗好多人啊嘛。即係人口急速膨脹之下，就多咗好多人嚟澳門打工。咁佢哋嗰陣時澳門打工，無非都係即係嗰啲傳統產業同埋製衣加工轉加出口啦。咁佢哋就個個都去打工，即係女嘅就去製衣廠，男嘅可能就去執線頭咁樣，跟住就打工打到咁上下，就好努力儲錢，即係佢哋講啊，儲錢就買咗喺三盞燈附近嘅單位咯。跟住喺屋企，我阿公即係本身佢都識少少裁縫啊嘛，屋企擺兩部衣車，我細個都有掂過一部衣車，喺屋企度加班，跟住又去製衣廠度接散工，跟住就全家一齊做加工廠咁嘛。會唔會入工廠啊？因為我知道好似嗰陣時好多製衣廠係聘用大量嘅緬甸華僑。係啊，佢哋基本上都係喺製衣廠度做，做完之後佢話，即係我有一個姨媽同我講，因為佢特別勤力，所以咧嗰時嘅老細就特別俾佢拎翻屋企做，就照計斷件收錢咁咯。哦，即係等於打工之外，仲額外加班賺零頭。係啊，係啊，係啊，佢咁樣同我講。哦，誒，嚟到嘅時候，第二代幾多歲啊？即係我啲姨媽嗰啲啊。係啊，係。佢哋最大嗰個好似都初中嘅年紀啦，最細就係好似我舅父先係最細，3、4歲咁上下啦，即係由初中嘅年紀去到3、4歲啦。咁其實真係好細個，童工嚟喎。佢啲姨媽大啲開始做，後尾啲細個大個啲都有啲童工嘅嫌疑啦。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華僑嚟到嘅時候，係靠啲咩方式受社團嘅接濟咧？即係有冇社團去接濟佢咧？或者你哋會主動聯絡咧？點樣去適應喺澳門嘅新生活咧？嗰個時嚟澳門好似都係親戚接濟啦。你話社團咧，就話其實個個都忙住翻工，就冇太多時間去接觸嗰啲社團。即係以我哋所知係緬華互助會啦。歸僑總會就少啲，即係冇聽佢哋點樣講。係啦，到後來即係份工穩定啲啦，即係可能後尾有置咗業，先至開始去接觸嗰個緬華互助會嘅活動咯。跟住佢話緬華互助會同埋後尾有工聯，係啦，佢哋出嗰個會員證咧可以攞嚟返大陸嘅，因為佢話澳葡身份證咧嗰個關口係唔認嘅。只有呢邊社團出嗰個會員證先證明到你喺澳門嗰度住嘅，喺嗰度生活嘅，先至可以用嗰個證去過關咯。所以嗰啲社團就係譬如工聯嘅呢類親中嘅社團，即係澳葡嘅社團可能就唔認噶咯，可能類似係，即係佢話有背景嘅，係啦，有背景嘅社團就會認佢會員證咯。咁你既然提到話，其實你哋一開始大部分緬甸華人嚟到都係先揾咗食，穩定咗先去再接觸其他社會嘅嘢。咁你哋唔同緬華嘅屋企之間個會唔會好緊密嘅咧？即係唔同家庭之間。會啊，因為嗰陣時都係大概住喺三盞燈啊、新橋嗰附近，佢哋基本上多數都係識嘅，即係互相接濟嘅呢個方式。互相有冇接，即係互相認識咯，跟住可能大時大節見到喺街度見到都會打招呼嗰啲啦。咁同之前原居地有冇聯絡嘅咧？嗰邊留喺嗰邊嘅親戚。你講依家定係之前啊？由以前到而家啦，即係可能有一個演變噶嘛。嗰時有喺嗰邊嘅親戚都仲有聯絡嘅，即係頭先講到嗰邊結咗婚嘅親戚係嚟唔到澳門噶啦嘛。
跟住佢哋即係一直都有 keep 住聯絡嘅。澳門到依家今時今日為止都仲 keep 有聯絡嘅。哦，咁你有去翻緬甸嘅喎，係嘛？呢個係一個好問題。細個嘅時候翻過一次咁大把啦。哦，點解唔係唔想翻，定還是而家會更想翻，定還是點啊？依家翻唔到噶啦，依家即係打仗啊嘛，即係其實都未打完嘅，有啲地方跟住加埋地震。咁細個嘅時候都係因為阿婆喺度，跟住所以嗰邊就會比較熱衷一啲去見面啊，或者去聚會咁咯。即係去到阿婆走咗之後，我哋呢一代其實都話好少會翻緬甸咁樣咯。其實呢個就好符合移民後代嘅一個演變，越嚟越疏啊，即係我哋叫做。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基本上同緬甸，即係阿婆係我高中畢業嘅時候走噶嘛，即係到依家都差唔多20年。嗰20年中間都係有聯絡嘅，跟住嗰邊啲親戚有時都會嚟澳門，咁但係你話調翻轉我哋過去咧就少啲啦。哦，咁佢哋而家嗰邊戰亂有冇關心佢哋而家情況點樣？其實佢哋打咧都係邊邊嗰度打嘅。你話最中心仰光啊嗰啲都其實冇乜嘢啦，但係夜晚出街都係唔係好安全。都有啲誇張噶啦，夜晚出街唔安全。係。澳門學16號作為一個知識科普計劃咧，平時就總會有爐友讀者問我哋相關領域睇咩書。過去我哋亦都搞過好多次嘅抽書活動，亦都同澳門獨立書店邊度有書咧討論過做選書人嘅可能性。所以咧，我哋最近就決定同邊度有書合作推出，可能係澳門首個盲盒選書服務，就叫做開袋有益。簡單講咧，就係我哋依據你嘅問題或者喜好，幫你去選書。而你咧就會得到知識同埋盲盒上面嘅驚喜同埋快樂。有興趣嘅聽眾咧可以參考資訊欄嘅連結。多謝大家。既然提到你自身嘅即係屋企嘅生活嗰啲咧，咁有一個問題我都會想問，就係到而家你哋屋企啦，仲留住啲咩文化飲食嘅日常生活嘅習慣係同緬甸有關嘅咧？日常可能就係會食魚湯粉啦。喺呢題到話有一間係邊間最好食，你係知道？我自己啫，即係我自己可能係以前三盞燈依家唔喺度嘅，嗰個叫咩啊？定群咯。因為以前三盞燈基本上唔係奶茶嚟噶嘛，全部都係魚湯粉嚟噶嘛。係啊，基本上嗰度都係即係所謂魚湯粉嘅甲級戰區嚟嘅，由豬腦麵啊，由魚湯粉嚟嘅，雞麵嗰啲都係，即係每個緬甸人都會有一個自己嘅煮法咯，即係唔同嘅魚湯粉可能濃度啊、味道都唔一樣。哦，咁你自己認為啦，即係我就唔問你啊點樣最正宗啦，即係你自己 prefer 係點樣？我自己 prefer 可能係濃啲啦，同埋多啲湯啦。哦，要多湯嘅。係啊，即係因為有一間澳門好出名嘅遊客區，即係遊客之間都好出名嘅一間，我自己就覺得唔係咯。哦，即係咪喺負一層跟住凹落去嗰間？係。明白。咁仲有冇其他咧？仲有過節咯，同埋即係其實佢哋本身都係華人啊嘛。過節其實都係過中國人節嘅，即係農曆新年啦、中秋啦，跟住清明拜山嗰啲嘢都會嘅。咁你只要話去到所謂潑水節咧，開頭佢哋嚟潑水節，其實係一個類似係聚會嘅性質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好似中國新年咁又煮飯啊，又打鑼打鼓嗰啲，唔係。係啦，佢哋只係一個去到今時今日啦，都係類似一啲節慶儀式嚟嘅啫。即係意思一下就唔係真係潑嚟潑去。以前會認真啲潑咯，依家就多啲係一種表演嘅形式。係啊，跟住仲有語言啦，最大部分就係因為佢哋細個係緬甸出世噶嘛，咁其實教育基本上都係由緬甸完成嘅一部分，所以緬甸話佢哋係識講。佢哋嚟到澳門之後，到我出世咧，我有聽，但係我唔識講，聽6-7成啦到依家，因為其實依家都好少人講啊嘛。跟住你語言即係唔用，你就唔記得噶啦。都有一個叫服裝啊，係咪？
係啊，服裝即係可能有時大家喺睇相啊，或者經過三等一潑水節都會見到佢哋着一個女性嘅嗰啲叫即係類似新年服飾，男性嘅着沙龍，即係一塊嗰啲好顏色鮮豔嘅布咧，就圍喺度，好似裙咁樣，但係佢係好長嘅一條，就係男性嘅。女士就係着嗰啲好雍容華貴嗰啲，類似有啲似越南嘅裙褂，但係緬甸嘅新年服飾咁樣。基本上嗰套嘢係去飲啊，或者係大時大節先會着噶咯。哦，而家都仲 keep 住喎，但係依家我知我媽有一套咯，但係佢應該都冇着噶。咁但係你哋就麻麻啦。我哋就除非要自己專登去度身先會入啦。誒，你提到仲有一種係護膚品嘅喎。哦，係啊。哇，其實我都唔知嗰個係咩嚟嘅。佢哋有一種黃色嘅護膚品要搽喺塊面嗰度，類似係防曬同埋保濕。哦，係自製定還是買翻嚟嘅？買嘅。我細個都有搽過，香香地嘅，有一種類似啲番梘咁樣嘅味。係啊。我一度懷疑係薑黃會唔會？因為我見到好似東南亞嗰邊好中意用薑黃。你咁講又好似有啲薑味。係啊係啊，我懷疑係啊。誒，咁買係咪即係而家嗰邊仲有專門賣緬甸貨嘅商店，還是點樣？有噶，緬甸嗰邊人嘅，澳門有啲地方都有得賣嘅，係有啲雜貨鋪都有得賣。即係經營嘅人就一定係就係華僑啦，緬甸華僑。係啊，經營嘅人都係華僑或者係即係基本上你華僑先要賣嗰啲嘢，同埋你 target audience 係嚟澳門嘅緬甸勞工或者華僑先要買嗰啲嘢啦。明白。咁啊，下一個咧就係刻板印象啦，即係我每個可能都會問嘅。咁其實有冇刻板印象嘅先對你哋？你覺得？我覺得對我呢一代其實都冇咩刻板印象嘅，但係對於佢哋嗰一代可能就係佢哋覺得自己係唔同嘅咯。幫澳門，即係佢哋話當初嚟澳門帶咗差唔多1倍嘅勞動力嚟澳門啊嘛，咁佢哋覺得自己幫澳門出咗好多力，跟住就帶佢哋唔知點解後來會嗰個立場會比較親中。係啊，其實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因為佢哋經歷過咁多嘢，即係又經歷過二戰啦，又經歷過國民黨啦，跟住又經歷過軍政府啦。咁其實佢哋經歷過咁多嘢，應該會比較頭腦清晰一啲。但係我唔知點解佢哋依家會咁樣咯。你提到呢個問題，我都思考咗下，我覺得係可能受到而家即係已經唔係純粹歷史啦，可能佢而家可能上一代都好中意睇微信啊。我估佢哋即係你二代嗰啲，可能佢嘅資訊接收嘅途徑都係微信啊，典型嘅澳門人會接收嗰啲噶嘛。咁我覺得會好受影響咯。而家嘅呢啲咁嘅資訊係啊，好受呢啲所謂意識形態嘅影響。係啊，但係你都提到話，即係緬甸詐騙啊，咁呢啲其實都會造成刻板印象咁樣對你哋。哦，會啊，尤其是早排即係疫情中間，咪緬甸詐騙、柬埔寨詐騙好犀利噶嘛。嗰個時係勁到係一講到緬甸就詐騙啦，唔好去緬甸啦嗰啲嘢，跟住連嗰啲朋友都話：哇，你嗰度咁樣怕唔怕影響到你㗎？佢其實緬甸詐騙同埋柬埔寨詐騙多數都係華人咯，中國人騙中國人，只有中國人先會騙中國人，同埋台灣人咯，嗰邊係主要係搞呢啲，跟住。早一排咪大地震嘅，大地震嗰個刻板印象又將嗰個詐騙扣埋咗一齊，啲人就抵死啦，等你做詐騙啦，跟住聽到都好唔開心。即係有啲人喺網上面咪好犀利嘅鍵盤俠咁啦，跟住就喺度講一啲好難聽嘅說話，就係抵死啦，跟住話啲網友話下次唔會噶啦。咁呢一點我其實睇你文字描述嘅時候，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就係既然你前面提到你嘅文化認同或者習俗都已經越嚟越冇噶啦，但係當其他人去提到一啲關於緬甸嘅負面新聞或者批評，或者係一啲你覺得唔認同嘅時候，你其實個反應都仲喺度。係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嘅心情？即係因為屋企人同緬甸都仲有連結噶嘛。即係緬甸呢一個，我都唔知叫唔叫我鄉下，當係一半啦。
或者1/4咁樣啦。係啦，咁當有人攻擊你屋企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點解你咁樣講嘢嘅？你嗰個良心係咪俾狗擔咗啊？尤其是依家網上面嗰種嘩眾取寵嘅風氣咧，就係越嚟越激進啦。即係明明嗰啲嘢係你冇做過嘅，或者根本就唔關你事嘅，咁但係就會硬將呢啲嘢連埋一齊，就感覺非常之唔好受咯。咁我可唔可以再直接啲問你？你其實你覺得自己係咩人？即係身份認同呢方面。身份認同我覺得好似係有啲多變啊，即係一時又係澳門人，一時又係緬甸華僑，一時又話係福建人，係啊。所以你到底問我係乜嘢咧？其實我都好難答你。即係睇場合講啦，即係如果你喺一啲多緬甸華僑嘅社交場合嘅時候，你就會直接形成一種感覺，我係緬甸人。但係如果你係多澳門人或者中國人嘅地方，你就我係澳門人或者中國人。所以我自我認同係比較含糊嘅。明白。咁我就讀一段啊。你講嘅，因為我覺得你講到最後，關於身份認同呢方面係特別有趣嘅。你就話屋企人咧又唔係嗰種成日掛喺嘴邊話當年嘅人啦，所以其實已經冇嗰種文化傳承嘅概念噶啦。分分鐘咧，如果我小朋友嗰代開始咧，除非自己主動去接觸緬甸社團，否則就等同於完全脫離噶啦，即係脫離緬甸華僑呢個朵啊，變成咗學校嘅形狀。即係你就係擔心呢樣嘢，但係你嘅身份認同又好複雜，你自己都唔確定。但係咧，你去到最尾嘅時候，你又話你其實係想做更多推廣山寨的文化啊，認識緬甸華僑嘅呢個習俗，呢個族群咁樣。個演變點解會咁樣？呢個演變係因為呢幾年開始又有接觸嗰個潑水節活動啊，同埋嗰個即係所謂緬華互助會入邊嗰啲嘢，依家叫做緬華總會啦。咁佢哋其實嚟咗澳門咁多年，都有一啲值得留低喺度嘅嘢啦。即係除咗魚湯粉之外啊，即係仲有其他，譬如文化，甚至乎中間經過嘅一啲歷史，其實都好值得去俾人哋知道咯。所以你其實係自豪於自己，至少緬甸華僑呢個文化身份。係啊，係啊。即係嗰個社交圈啊，或者係嗰個群體，即係除咗喺三盞燈以外嘅連結，其實都我諗應該仲有好多嘅。甚至乎係我近呢1-2年啦，有啲朋友認識咗之後，先發現原來佢屋企人都係緬甸華僑，但係佢其實已經係識聽緬甸話，唔識講緬甸話，屋企基本上都冇嗰啲習俗，可能只係潑水節嘅時候，屋企人即係佢嘅屋企人先會出現，但係佢自己係已經唔會去潑水節嗰啲嘢咯。你啱啱提到你加入呢個緬華互助會咯，咁0後加入就應該係咪新血？所以我想問下，其實緬華互助會而家個組成係點樣？即係咪大部分都係老人啊，好少年青人啊咁嘅狀態？我諗呢一個狀態，大部分社團應該都係咁噶啦。係啊，因為佢即係頭先講到60-70年代嚟嗰啲咧，到依家都好大年紀噶啦，都80歲，跟住經歷完疫情之後又走咗一批，即係走咗一批老人家啦。依家後邊經歷入咗去嘅新血，其實都係嗰啲老人家或者係2代、3代，即係可能喺嗰度推廣下啲文化，一啲傳承啊，甚至乎一啲推廣嘅嘢咯。組成就係我諗你當80%係老人家，或者係50歲以上嘅前輩啦，咁2成先係年輕人咁咯。所以你其實係好稀有喎。都還好啦，即係其實有喺度嘅，只不過參與程度可能比較疏咯，即係好似頭先講嗰個連結唔係太深咯。咁而家你啱提到話想推廣更多呢啲文化，咁其實緬華互助會除咗潑水節，會唔會話做其他嘢咧？最近其實嗰個活動嚟講，就係每年潑水節係4月啊嘛，咁可能之前之後都會有少少即係附加活動，可能係攝影比賽啊，或者係一啲美食文化節啊之類嘅嘢，係啊。但係其實除咗呢一個都冇咩，即係圍繞住潑水節主題呢樣嘢去做咯。其他嘅可能都係自己會入邊嘅會務或者係一啲聚會咯。我個人覺得係最值得推廣，即係食物呢方面啊，最簡單同埋最有吸引力。係啊，最直接咯，俾人知道係緬甸魚湯粉係緬甸嘅一種特色，同埋咖喱啦。係，冇錯。好啊，咁就今日大概到呢度，咁啊，感謝你先。好多謝你，拜拜。
好，拜拜。Hey Ruby 你好，咁可唔可以同大家簡單介紹下自己啊？同埋最重要係你係嚟自邊度嘅華僑咧？大家好，我係 Ruby 啦，咁我就係喺澳門出世嘅，咁我屋企嗰邊就係柬埔寨嘅華僑。聽我屋企人講咧，就好似我都係有啲越南嗰邊嘅血統嘅，其實我係最近先至知嘅啫。其實咁之前其實一直我屋企人都冇話屋企人啦，就應該話我媽咪就唔知嘅。咁都係最近先至發現原來自己係有越南嗰邊嘅血統。咁所以話好多好 detail 嘅嘢咧，其實都未必話知得咁清楚。咁但係好似就係話當時我阿婆嗰邊咧就係喺柬埔寨生咗我阿婆嘅。咁但係我阿婆嗰邊就係越南血統嗰邊啦。咁然之後我阿公咧，好似嗰陣時就係跟屋企人過咗去柬埔寨嘅邊境嗰個位，咁喺之後咧先至搬去金邊嗰邊，即係搬去首都嗰邊嘅，就喺嗰邊識到我阿婆，咁跟住就生咗我啲舅父啊，同埋我媽咪都係嗰邊出世嘅。明白。幾時時間嚟到澳門咧？好似係1971年嗰陣，原因就應該係因為越南打仗，咁好似話就北越嗰邊就用咗金邊嗰度，好似做類似係軍事咁樣嗰啲，咁所以結果嗰度啲人都有啲要走啦。我阿公嗰邊就係走咗過嚟澳門嘅。至於點解咧，就好似話係因為嗰陣時得澳門係開俾柬埔寨嘅華僑，或者係一啲戰爭嘅需要走嘅嗰啲華僑，咁就嚟呢度避難咁樣咯，所以就變咗淨係揀澳門嚟，即係去到澳門呢邊度生活啦。呢個係幾得意嘅，因為我揾資料咧，就通常嚟澳門嘅柬埔寨咧，都係1975年之後嗰個赤柬統治嘅排華先嚟嘅。咁但係佢哋咧就好似補充咗額外嘅資訊喎，就係你哋其實1971年有啲係因為越南戰爭、北越嘅戰爭而嚟到澳門都有嘅，係幾有趣嘅。然後你提到話嚟到屋企，即係點解要揀澳門咧？我訪問其他咧，佢哋會有啲話係因為澳門有擔保人，即係有親戚喺度。咁但係你嘅 case 咧就係純粹因為澳葡政府開咗呢個通道俾柬埔寨嘅華僑，咁可能有好多個方法嚟到澳門。冇錯。咁你知唔知道？即係另一個大家都會提到，就係華僑嚟到咧，佢哋落地生根，佢首要咧就要俾錢先嘅。要俾一個保證金或者叫押金咁嘢，你哋有冇呢樣嘢？你所知道？我聽講就好似冇嘅，但係就搵工嗰方面有啲難，因為嗰陣時柬埔寨其實係都有用法文嘅嘛，因為佢哋走嘅時候其實都仲係法國殖民地嚟嘅，咁所以變咗我阿公其實係識法文，但係因為嗰陣時澳門好似已經係葡國殖民緊嘅啦，咁但係我阿公唔識葡文啦，咁佢就淨係識法文同埋中文，咁所以佢搵工嘅話都淨係可以搵到一啲 Chinese speaking 嘅一啲工作，咁可能就係地盤呢啲咁樣，就透過做地盤咁樣去慢慢賺錢咯。但係至於保證人同埋交啲錢嗰個，我就唔係好清楚，我亦都冇聽屋企人講過。咁你嗰陣時嚟係幾多人啊？即係淨係你一家一個核心家庭咁樣嚟嘅，有時同埋其他親戚全部過嚟咁啊？好似係核心嘅家庭成員咁樣過嚟，有啲親戚係選擇留翻喺柬埔寨，咁亦都有啲係去咗其他國家咁樣。你哋嗰陣時一嚟到係住邊度啊？知唔知㗎？好似油漢嗰頭，我唔係好清楚，但係因為我記得就好似係一直都係住油漢嗰邊咯。哦，即係叫北區啦，已經係。係啦，係啦。我唔知係咪因為後邊嚟嘅同前邊嚟1960年代嚟嘅唔一樣啦，即係有印尼嘅，有啲緬甸嘅，佢哋當然緬甸可能你都知道就係住喺三盞燈最多噶。係新橋啊，緬甸呢啲咁嘅區咧，就等於都唔係澳門嘅構成核心區域外圍嘅。咁可能後續即係好似你哋阿爺阿公嗰啲嚟到咧，就係要再到外圍再北啲啦，就係到油漢區呢一帶。咁你啱啱都提到話，你有啲親戚柬埔寨嘅親戚係去咗外國或者留咗喺柬埔寨，
你哋有冇繼續聯絡嘅咧？由你所知道到而家你實際生活咁樣嘅？同我 directly 咧就冇乜嘅，但係阿媽啊同埋可能有啲親戚我姑婆咁樣嗰邊咧就佢哋係有個 group 咁樣，大家會成日 message 啊問下大家點樣咯。你有冇翻去柬埔寨嘅咧？我冇，因為其實我係知道我媽咪喺柬埔寨出世，但係對嗰個地方冇話好多認知，即係唔知原來即係生活過一段咁長時間嘅外國，咁所以其實都冇話特別會翻去咁樣咯。亦都冇聽我阿媽提過話佢打算翻去，所以我就應該唔會嘅啦。你話你近排先知道更多屋企嘅嘢喎，即係因為做我哋呢個節目啊，定還是你係有啲咩機緣之後先知道哦，原來自己有越南有柬埔寨？我係知我媽咪係柬埔寨出世呢樣嘢係一早知嘅，但係越南呢個好似係因為我有個親戚翻嚟，咁佢哋食飯啊傾開偈咁樣。跟住就知道咗呢樣嘢咯，突然之間都係有次傾開偈咁樣，我媽咪同我講翻話啊，原來我哋屋企係有越南血統嘅，咁跟住先知咯，所以先至覺得乜原來即係我唔係話純本地澳門人咁樣，即係唔係齋澳門人咯，就係 mix 到其他地方，所以其實一開始知道都係幾神奇咯呢樣嘢，我唔知有冇用神奇嚟形容啦，但係就有啲覺得乜原來係咁噶，咁樣呢種感覺咯。呢個問題就係牽涉到身份認同 identity 啦。咁呢個我後邊先問啦。我想再問下就係日常生活嘅嘢，即係你所知道啊，或者你屋企人嗰啲咧咁啊，有冇啲咩日常生活，譬如風俗習慣啊，係繼承到柬埔寨或者越南嗰啲咁嘅？工作方面就冇乜，但係我唔肯定其他嘅親戚有冇呢個經驗啦。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咧，我個樣咧。就通常都係俾人當係一啲東南亞嗰邊咯，好多人都估我係泰國嘅，都係因為呢一樣嘢，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咁但係因為我都係今年先知啦，咁但係我之前都係有呢個現象出現嘅，咁可能唯一最似嗰邊嘅就係個樣，可能其實。你同你阿公嗰個溝通即係多唔多嘅？因為佢識法文喎。之前就幾年前，其實都會陪我阿公食下早餐啊，去下公園散下步咁樣咯。咁有時我阿公又會教我一兩句法文，但係太耐冇講啦，所以都唔係講得咁好，都唔係好識講咯。但係佢都會話有時間唔中教我一兩句法文咁樣咯。因為我其實都有朋友係柬埔寨嘅後代嚟嘅，即係佢係二代添。唔知係咪因為柬埔寨呢個文化冇緬甸就好多人嘅，因為緬甸嚟到幾萬人咁樣，柬埔寨可能得幾千啦，印尼得幾千，就相對嗰啲咧，柬埔寨嘅文化好似冇咁濃啊，冇咁強勢，所以佢冇任何我覺得係嚟自柬埔寨嘅文化嘅語言啊上面嘅繼承都冇。係啊，就同埋，因為自從知道咗自己同柬埔寨嗰邊有關啦，咁我都試過去學高棉文嘅，自己上網學啦。但係真係佢哋啲文字算係比較古老啲咧，係自學起上嚟係真係比較難，真係可能學咗咁耐都淨係識講一句你好啊咁樣嗰啲咯。咁啊，即係飲食就我估係澳門人嘅話，最出名就可能粿條咧，就叫做金邊粿條啊，豬雜米。你有冇呢方面嘅？有啲人會話佢成日都食嘅，佢知道邊間最好食咁樣。但係你有冇呢方面嘅知識？我反而我就中意食嗰啲越南河粉嗰啲，我自己就中意食越南河粉嗰啲越南發泡嗰啲，我就真係冇見過有柬埔寨嗰啲咩粿條嗰啲，我就冇食。唔叫金邊粿條嘅，佢喺澳門叫豬雜米。咁真係冇食過。咁啊，刻板印象啦，傾到而家就應該唔會有任何因為柬埔寨嘅刻板印象。咁但係你都話有啲人會覺得你係泰國啊，或者係東南，咁有冇啲咩呢方面嘅刻板印象咧？你覺得？即係當覺得你係呢度人嘅時候，膚色上面就可能同華人唔係咁似，因為我發覺其實好多本地真係華人嘅話，佢係真係啲皮膚係比我白啲嘅。我係無論點曬，我曬唔曬都好咧，都係會有啲啡啡黃黃嘅色咯，即係個皮膚。我連同我爹哋嘅膚色其實都唔一樣嘅。我爹哋就真係本地嘅澳門人，咁但係我同媽咪嘅膚色都係偏向比較東南亞嗰邊嘅膚色咯，我只係可以咁講。
咁啊，即係因為而家主流啊，譬如韓國嗰啲都叫做中意白噶嘛。嗯，你咁嘅意思係咪你要覺得好似成日都俾人覺得特別黑啊，唔係幾好咁樣？或者以前有，而家就已經冇呢啲諗法啦。啊，我以前係的確係成日都見到我啲同學，哇，好白好靚咁樣，咁我自己都想白啲，咁我就搽防曬。但我發覺搽極咧，我嗰個膚色都係咁樣。但係之後可能我去咗外國讀書之後咧，我見佢哋其實都係以同色或者比較偏東南亞少少膚色而覺得係健康嘅呢個 mindset 影響我自己。其實而家都唔會再咁 care 膚色呢樣嘢咯，反而我覺得而家咁樣幾健康幾好啊！即係我天生就係咁嘅色，唔使話特登曬，其實都係一種優勢咯。你係有一個尋找身份認同嘅過程喎，即係你啱啱提到，知道自己係有 mix 越南柬埔寨之後，就好 surprise 去學佢哋嘅語言，跟住出咗之後咧，又覺得原來外國睇自己係同自己原本理解係唔一樣嘅。咁你喺介紹嘅時候，你都提到話，你覺得身份認同自己都幾複雜嘅，即係我俾多啲時間你，可能講一講自己究竟覺得係邊度人？澳門人、中國人，定還是東南亞嘅華僑？其實咧，我由細到大，我其實係覺得同呢度啲人係真係唔同嘅，我自己係 feel 到嘅。但係可能咁，我自己本身都係有中國人嘅血統啦，咁個分別又唔會話特別大。但係就係感覺上自己會有一啲嘢係同自己嘅同學唔一樣，好難真係話去融入咯。咁但係你話我會唔會覺得自己係越南人或者係柬埔寨人？我又唔會，因為我唔識佢哋嘅文字，二來我真係對佢哋嘅文化其實好多時都係聽翻我姑婆或者係我啲長輩當講故事咁講翻俾我聽居多。咁你話理解我又真係唔係好理解嘅。所以好多時人哋問我啊，你邊度嚟，我都會淨係識得答澳門人咯，因為我就喺呢度出世，咁我亦都住喺度比較長時間，所以我除咗話自己係澳門人，我真係揾唔到另外一樣嘢去 describe 自己個 identity。你喺同我哋介紹嘅時候，你提到話你都唔係好用自己個中文名，咁你個官方名係中文嚟噶嘛？即係中文同英文拼音，但係你就用英文拼音嘅啩，係咪咁？係啊，其實我係用英文名比較多嘅，因為其實我15歲之後，我係喺即係講英文嘅國家度住，係比較長時間啲。咁因為佢哋發華人嘅名咧，佢哋其實個發音唔係咁準嘅啫。咁所以好多時我為咗方便佢哋，就會用自己個英文名去介紹自己。咁久而久之就聽慣咗自己個英文名，而家其實有人叫翻我中文全名，我反而會有啲怯咯，我覺得好似做錯嘢咁樣，所以其實而家就算喺屋企都好，我屋企人都係會叫翻我個英文名 instead of 我嗰個中文全名咯。但係你話證書方面，即係譬如畢業證書啊，或者一啲文件上嘅話，都會用翻個中文名嘅。你話叫你英文名，即係佢用英文拼音去讀你嘅名，即係歪少少嘅咩意思？唔係叫你 Ruby 噶？佢哋叫我 Ruby 嘅，其實。因為佢嗰個拼音名都係講唔準嘅，因為佢哋一來廣東話係比較難讀啲，佢哋有時唔識拆個音咧，就變咗佢叫你，其實你都唔知佢叫緊你咯。咁所以好多時我自我介紹就會同人哋講我叫 Ruby，咁佢哋就都係叫我 Ruby。咁所以變咗就係聽慣咗 Ruby 呢個名，如果突然之間有人叫翻我，無論係中文名又好，定係嗰個英文拼音都好咧，我都會覺得有啲怪咯。所以你係冇疑惑過自己身份，即係你就純粹覺得既然我咁多身份，但係我覺得我自己係澳門出世，咁我就用澳門啦咁嘅啫。係啊，其實純粹係唔想 confuse 人哋咯，因為我自己去過其他地方留學，咁我亦都會學到佢哋嘅文化，或者去習慣咗佢哋個思維模式，咁變咗我嘅思維模式又同我自己本身出生地嗰個文化又係唔一樣嘅。但係 explain 起上嚟，我的確係澳門出世，咁我通常都會話我係嚟自澳門嘅咁樣咯。但係我個人就會係文化上同埋我血統上嘅嗰個比較難融合啲咯。難融合，即係即係你係如果我咁樣聽你講，其實你係有少少 confused 過。我好難去用一個 term 去 describe 自己係一個邊度嘅人咯。我血統又係 mix 嘅。
但係我讀書嘅背景同埋我接受嘅嗰啲教育係比較偏向英國嗰邊嘅思想，我亦都比較認同佢哋嗰邊嘅思維模式多啲。咁變咗我思維上同埋我嗰個血統上嘅身份係真係會衝突嘅，所以好多時我自己，你問我點樣 define 自己，我真係唔知。但係如果簡單啲，等人哋冇咁易混淆嘅話，就直接同人哋講係澳門人咯。呢個問題其實好似真係普遍華僑都存在，因為即係其中一個，譬如佢會講話，佢對唔同人講自己唔同係嚟自邊度，即係佢可能有睇場合講啊，佢意思係話，有可能中國又會有，或者佢又覺得自己係華僑，咁當然自己都係澳門人，所以佢就唔會話排斥嘅，不過佢就睇場合講咁樣。係。咁我就再問你敏感少少嘅問題先，屋企人嘅意識形態。其實我原本準備呢個問題留到最後先問，咁我啱啱聽到其實都提到少少，即係你話你受嘅教育嗰個風格又唔一樣，同自己本地嘅文化可能又唔一樣。咁有啲華僑咧，譬如佢哋好多先人都係因為逃避戰亂、意識形態嘅戰爭啊，或者係國共內戰啊呢啲逃咗喺出邊，佢哋咧就會覺得呢啲後代佢唔明。話點解明明都係逃咗出去，翻嚟澳門，即係澳門都已經係邊緣地帶啦，都唔係翻去國內啦，咁都仲係好似比較親中啊，或者係點樣咧？咁我想問下，你覺得你屋企人意識形態係咪係點？係邊方面？即係強唔強烈啊？或者係邊一方面立場？我諗偏中立吧，即係唔會話特別好親某一邊咯。即係粗鄙啲咁講句咧，就係真係唔啱嘅話，就會照批評噶啦，唔會話因為做嗰個係，譬如係中國政府或者係柬埔寨政府或者係唔理咩政府都好啦。如果係覺得唔 make sense 嘅，都會係偏向會有俾啲意見或者係真係批評某一個位咯，唔會話特別偏向某一邊。點解咧？即係因為好多譬如我屋企嗰啲咧，更加唔理性，比我更加唔理性都有。我覺得你應該明我講咩嘅。點解你屋企人會係咁？係咪真係因為 mix 得多地方，定還是點樣？定還是純粹可能因為教育上邊？因為其實我媽咪同我爹哋都係同一時期嘅嗰段時間去讀書啊，咁樣個教育背景就大致上都係一樣嘅。咁可能就係因為我屋企人比較中意睇新聞啦，唔淨止係澳門嘅新聞啊，中國嘅新聞啊，或者係其他語言，譬如 BBC 啊咁樣嗰啲，佢哋都會睇，所以其實佢哋吸收嘅資訊會比我一個淨係中意上網唔睇新聞嘅人咧，係會多好多嘅。咁再加上我爹哋係好中意睇書啦，咁我媽咪係中意關注下一啲嘅時事咁樣嘅，咁變咗佢哋知嘅資訊會比我多好多咧。咁其實佢哋諗嘢嘅思維模式係會比較中立去分析唔同方面。我自己份人咧就係睇到啲新聞，我本身有一個既定嘅立場，我會比較感情用事啲。我同佢哋係比較似一個，佢哋係老師教我點樣去諗嘢，先至唔會咁易做版咯。咁啊，最後問題就係，當你知道你係出咗去之後，咁你又有比較多一層嘅身份認同，你會唔會想再知道更多關於嗰邊嘅嘢？有啲人佢會知道咗之後，佢話我想知道更多，我想甚至係幫助澳門嘅華僑推廣文化咁樣。你自己會唔會有呢啲咁嘅心情？我會想知多啲咯，畢竟都係自己其中一條 route，所以你話想知都會想知嘅。同埋我聽屋企人講，其實東南亞嗰邊比較多好似啲神佛啊、鬼怪咁嗰啲啊。咁其實我對呢方面係真係有興趣嘅，而且我係對嗰邊嘅神秘學係真係有興趣啲咯。不過你話真係幫助呢邊啲華僑，我又未去到咁 move forward 咯。即係可能純粹而家就係想知道多啲嗰邊嘅文化為主。柬埔寨喺呢邊嘅華人，你哋係咪都冇乜點參與？都冇，其實因為係最近先知，所以即係有聽講過，但係你話真係參與佢哋一啲嘅活動啊，咁就比較少。
因為之前其實一直都唔係咁 pay attention 去呢啲嘢度，所以真係呢一兩個月先知咯，即係可能2-3個月先知咯。所以我算係比較知道自己係華僑嘅新手嚟嘅啫，我唔係話知道澳門呢啲社區咁多嘅嘢咯。哦，好啊，好啊，嗯，希望你如你所願了解更多自己嘅文化，甚至係語言咁樣啦。咁今日就大概到呢度先。好，多謝晒你哋。Hello，可唔可以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同埋最重要係嚟自邊度嘅華僑先？ OK，大家好，我係 Brian 啊，而家今年啱大學畢業，咁我嘅屋企人係華僑嘅，主要係我爺爺同埋嫲嫲，都包括我自己一啲親戚，佢哋係印尼蘇門答臘島嘅華僑。我知道你想分享啲關於你爺爺嫲嫲喺蘇門答臘嗰邊嘅歷史嘅，咁我覺得可以順住落去就問，就當然就係話佢哋點解會成為華僑啦。然後佢哋點解會嚟到澳門？咁我覺得呢個部分可以俾你講多啲。OK，thank you。我問翻我爺爺嫲嫲最基本呢個問題就係佢哋係由邊一代由廣東同埋福建嗰邊落嚟嘅？咁佢哋就話我嫲嫲嗰邊實際上係佢嘅阿爺嗰一代，當初就已經係因為去南洋嗰邊。我哋俗稱叫做工啦，去到種植園嗰邊打工，跟住去到蘇門答臘島嘅時候，佢最開始實際上都係做勞工嘅，而後嚟逐漸喺種植園嗰度由勞工一直做到去工頭，跟住去到轉咗去負責一啲保技嘅職業。佢成功咗之後咧，佢就退出咗種植園嗰邊啦，咁佢就開始自己做生意。咁到我嫲嫲嘅爸爸嗰一代就已經開始經營緊橡膠園。咁據我嫲嫲所講啦，當時佢哋細細個嘅時候見到嘅橡膠園嘅生意，據佢自己講翻，其實係一路一路個事業去到變大變好嘅。咁由於佢哋住嗰笪地方棉蘭，實際上係一個好重要嘅商業港口啦。佢地理位置係同馬來西亞嘅喬治市、檳城呢一啲地方相連嘅，所以佢哋嘅生意實際上一方面馬來西亞係佢哋嘅主要客戶啦，同埋佢哋嘅橡膠，據佢哋講翻嗰個時候，亦都會遠銷到泰國同埋中國當時嘅福建同埋廣東呢啲地方。咁我爺爺嘅話，佢實際上屋企就係喺同一個城市棉蘭入邊開藥材鋪嘅，佢哋屋企自己嘅藥材鋪生意當時亦都係做得比較紅火，喺成個蘇門答臘，甚至喺當時嘅巴達維亞，而且我哋今日講印尼嘅首都雅加達啦，亦都有佢哋嘅分號，有佢哋嘅分店嘅。基本上就係咁。咁實際上係幾耐去到啊？你之前話係喺福建嗰邊過去。係詳細嘅日期我就冇問到佢哋，但係我自己聽翻佢哋嘅敘述同埋推測，就可以大概定到嗰個時間係1880年代尾嘅時候咯，即係清朝嘅時候。明白，咁就要問落去啦。咁既然生意兩邊都做得咁好，點解又會嚟到澳門？咁其實就同之後有關嘅，尤其是係同佢哋經歷咗戰爭有關。到咗1940年代嘅時候，日軍入侵咗中國之後，亦轉移去到入侵馬來亞啦、印尼啦。咁後嚟佢哋就因為戰爭，生意都做唔成啦，成座城市基本上又俾日軍一係放火燒，一係就大規模咁樣去到捉一啲當時佢哋認為嘅反抗分子。咁據我嫲嫲所講，佢哋當時就同佢哋嗰一個埠嘅人啦，其實佢哋當時就係住喺棉蘭嘅市郊嗰邊嘅，呢個城市嘅市郊。咁佢嘅回憶就係佢同當時市中心嘅人同埋佢附近成個埠嘅人一齊撤退到去叢林咯。咁喺叢林裏邊，佢哋過咗3年，就一直到盟軍反攻之後，當地嘅日軍基本上投降同埋被俘虜之後，佢哋先翻去城市。呢一個時間就大概係1944年尾到1945年初。呢一段時間過咗之後，據佢講翻，有一年嘅時間裏邊，佢哋係諗住重新振興翻成個家族嘅生意嘅。咁我爺爺嗰邊藥材鋪，佢當時喺印尼嘅屋企人亦都諗住去再去到開翻間藥材鋪，但係
由於戰爭嘅關係，基本上佢哋同當時嘅主要客，我嫲嫲嗰邊咧，同其他馬來西亞、泰國同埋中國嗰邊主要客戶所謂嘅關係網，基本上已經因為戰爭斷得七七八八啦。咁我爺爺嗰邊亦都因為藥材鋪嗰邊經營不善，個生意不斷係咁下滑。再加上過咗4-5年之後，由46年到49年呢一段時間，印尼喺度爆發緊獨立戰爭。咁經過獨立戰爭之後呢個經濟環境就進一步變差，而且戰爭基本上喺嗰幾年嘅時間裏邊係未停過嘅，衝突亦都時有發生。咁個時間就兜兜轉轉到咗1950年啦。到1950年呢，我爺爺同埋我嫲嫲，當時佢哋就同屋企人都商量過，就諗住一方面去到投靠中國嗰邊嘅親戚，而另一方面當時嘅新中國啦，即係我哋而家講嘅中華人民共和國，亦都好鼓勵喺中國國內有親屬關係嘅或者係有經濟關係嘅華僑，就翻去建設祖國。咁我爺爺嫲嫲亦都因為經濟嘅考量啦，我諗呢一點係最主要嘅。另一方面，佢哋亦都想過去中國嗰邊度，當時講嘅回國啦，去到發展。一方面減輕印尼嗰邊屋企人嘅經濟負擔，而另一方面亦都去到投靠親戚，諗住可以喺當時返國內學習到一啲知識之餘啦，亦都進一步喺中國國內度發展。即係受呢個新中國當時嘅新形勢，即係叫做民族共和啊，新嘅比國民黨更好嘅一個統治，嗰陣時認為啦，更好嘅統治國家組成嘅形式，去吸引咗就翻去。呢個係好典型嘅，我知道係好典型嘅。基本上據我爺爺嫲嫲講翻，尤其係我嫲嫲對呢樣印象好深刻嘅，就係到49年尾嘅時候，基本上成個華僑社群啦，新客華僑社群嘅形勢就已經變晒啦。從過去幾年之前，大部分人都支持國民黨咧，當時嘅中華民國國慶係會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啦，直到49年之後就已經基本上轉掛晒五星紅旗啦。我呢個因為我揾過資料，我要補充你啱啱提到咧，就係話新客華人。新客華人咧，即係你可以糾正我啊。新客華人就係指20世紀前半嚟到印尼變成印尼華人嘅族群。咁仲有一批再之前，好似就係叫做19世紀之前，係咪就叫做土生華人？佢有兩批咁嘅新客華人，實際上又叫獨篤。咁獨篤嗰個時間段基本上都係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呢一批去嘅華人嘅。咁佢哋最大嘅特點就係，無論係佢哋嘅文化、佢哋嘅教育背景，甚至乎係佢哋我頭先亦都提過，佢哋多數好似我嫲嫲嘅例子咁樣，佢哋基本上都有從商嘅背景啦。咁佢哋嘅商業背景同人脈關係基本上都係同中國相關嘅。而另一批華人又叫做土生華人啦，咁印尼文就叫做 Peranakan。呢一批嘅 Peranakan 土生華人，實際上同新客華人之間，無論係形象啊，甚至乎習慣都好唔一樣嘅。新客華人基本上佢哋喺語言方面，相當有一部分人係識華文嘅，但係佢哋主要用嚟溝通嘅語言呢，就已經唔係話各種中國方言啊、語言啊，甚至乎都唔係華語啦。佢哋嘅基層通常都係用印尼文或者少量嘅荷蘭文，而佢哋比較有錢嘅呢一批人啦，甚至乎係社會嘅上層，基本上都係用荷蘭文溝通嘅，而佢哋後代亦都會爭取喺當時嘅荷印政府、當時嘅荷蘭殖民政府度做公務員，佢哋嘅後代亦都會希望帶錢去到俾佢哋移民去荷蘭，係啊，基本上係咁。即係簡單講就係同化得更加進一步啦，俾新客華人。係。好，咁我就繼續問，如果係咁樣，我聽到咧就係你哋係因為50年代新中國之後翻去嘅，然後之後當然你啱啱仲未講到嘅，就會一啲其他原因再嚟到澳門，咁所以呢個係你一陣可以講咩原因再嚟到澳門，但係我聽落去就係你同1960年代因為印尼排華嚟到澳門嘅都係唔一樣嘅。都比較唔一樣個時間，首先好明顯個時間早咗10年啦，另外你頭先提到印尼排華，我喺度講一講先。佢哋當時係60年代，咁60年代咧，佢哋又分上兩個時間段嘅。佢60年代，佢哋喺60年代初期，由60年到64年呢一段時間啦，實際上就係喺好幾個城市度移動過嘅。
佢哋當時一開始又去昆明啦。咁至於點解佢哋會去咗昆明咧？我陣間都會講到嘅。喺昆明留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哋又轉移喺廣州度住過3個月，到咗65年啦，亦都係一個分隔嘅時間段嚟嘅，一個分水嶺。65年之後，佢哋就由廣州過到嚟澳門度謀生啦。咁喺澳門嘅一段時間，佢哋啱到澳門嘅時候，佢哋亦都陸陸續續聽到咗更加多關於印尼排華嘅消息啦。據我嫲嫲當時講翻，就係佢哋嘅親戚同佢哋之間嘅聯絡基本上係斷絕嘅呢一段時間。咁除咗係喺香港嗰邊接收到由家鄉，又唔係應該叫家鄉啦，喺印尼嗰邊運翻嚟嘅一筆資金，每年會俾嘅一啲資金啊，同埋相關嘅家書，咁呢一啲又統稱叫做僑批，係經香港嗰邊接收到嘅。咁佢哋講翻個形勢，從一開始基本上係滿城驚慌啦，大家都好擔心，亦都有好多人係想離開呢個城市，甚至離開印尼，轉移去其他地方，譬如話馬來西亞，譬如話新加坡，甚至係泰國嗰邊去避難。到之後陸陸續續成個排華嘅形勢，到後期亦都因為有其他同印尼國內本身嘅變化都有關啦，逐漸去到減緩，佢哋就亦都打消咗話要移民嘅念頭啦，就繼續喺印尼度生活。呢一個就係佢哋60年代聽到排華之後喺印尼方面佢哋自己親人嘅反應同埋佢哋嘅回憶咯。咁你家人點解會嚟到澳門咧？因為你可以去好多選擇噶嘛，香港又得，係啦，香港、澳門點解會揀咗澳門？呢一點其實我都問過我爺爺嫲嫲好幾次嘅，就係點解佢哋唔會去香港度啊？咁據佢哋講翻，佢哋其實係好幾次咁樣好零散咁樣同我講翻嘅。咁我自己去到結合翻佢哋自己嘅回憶，當時係有3個原因。一方面就係佢哋當時喺廣州，實際上過澳門嘅話，據佢哋講翻啊，係個距離會更加短，因為如果你要過香港嘅話，如果你睇過去，尤其係有關於大陸嘅人去到逃難到澳門、香港，你就會知由廣東過香港並唔係一條直線咁樣，可以經過當時嘅寶安，即係而家嘅深圳啦，去到直產落嚟嘅。佢係需要經過澳門之後，又要再喺澳門度坐船搭船過去香港，但係實際上搭船呢一程就已經可以稱之為偷渡噶啦。亦都有包括呢一層風險啦。而第二個原因就係實際上當時我嫲嫲喺廣東嗰邊，據佢講啦，佢有一個當時親戚嘅朋友，不過係比較疏嘅嗰種遠親，佢係當時呢一個廣州嘅革委會有嘅一個高層啦，如果要我哋而家咁樣嘅嚟睇嘅一個幹部啦，咁佢當時就去到經過游說之下，就批咗俾我爺爺嫲嫲。去到喺沿路上唔俾任何人去到阻攔佢哋，而佢哋亦都可以順利咁樣經陸路嚟到澳門，行過嚟澳門。明白。咁我哋就既然都嚟咗澳門啦，就傾下澳門點樣落地生根啦。有幾個問題我想問嘅，即係第一就係佢嗰陣時揀去邊啦，因為我聽到好多華僑咧都會聚居喺新橋區啊，或者係三盞燈嗰邊。我想問下你哋係咪一樣？第二個咧就係當年佢哋嚟到澳門，即係雖然都叫有親戚，但係可能都要重新去搞好多揾工啊、身份證啊、揾屋啊呢啲咁嘅嘢。咁嗰陣時係點樣適應咧？即係會靠啲咩社團啊？嗰陣時有冇社團咧？同埋一個咧就係我估所有華僑都會共同面對嘅問題，就係要唔要交錢啊？即係你要交俾澳葡政府。咁我所知道咧，好似話唔同嘅華僑係交唔同嘅錢嘅。即係唔同地方嘅華僑係交唔同嘅錢嘅，咁你知唔知道呢啲？你哋當時係有冇交錢咧？以上嘅問題。OK， 第一個就係話佢哋當時係點樣喺澳門落地生根？最基本嘅就係住啦，佢哋住喺邊？咁據我爺爺嫲嫲回憶啦，呢一個實際上我爸爸記憶都好深刻嘅，就係佢哋當時係住喺三盞燈嘅一個木屋入邊。咁呢一個木屋咧，據當時嚟講啦。唔係喎，好似又唔係木屋喎。我記得就係話，實際上都已經係磚屋嚟㗎啦。個住宿環境實際上都唔差嘅，因為據我爸爸去到講翻，就係佢細個嗰陣會喺個磚屋嘅天台上邊，去到幫我爺爺嫲嫲去到燒嘢食，去到燒沙爹。
一種我哋而家聽落都好熟嘅美食啦。咁嘅話，我亦都可以推測到佢哋對比起當時嘅澳門人嘅生活水準嚟講，都已經唔算差噶啦。繼續講到啦，佢哋喺澳門嘅時候會去到有靠咩社團？咁反而我問翻我爺爺嫲嫲，就係佢哋有冇入過歸僑總會？佢哋反而話冇喎，反而係我嫲嫲入咗婦聯。咁就係繼續講翻佢哋點樣去到適應成個生活咯。咁實際上亦都算係一個時間點嚟嘅，就係佢哋入咗澳門婦聯，去到喺澳門有更加多嘅朋友，亦都有更加多嘅人脈之後，佢哋嘅生活亦都開始個節奏逐漸穩定啦。一方面就係好似我爺爺就喺嗰個時候揾到佢嘅第一份工，亦都係做咗好耐嘅，就係揸車揸的士。另外就係我嫲嫲咧。基本上一開始我聽佢話佢都有做啲副業嘅，據佢講係即係喺工廠嗰度嗰種細嘅小型嘅工廠嗰度織下膠花啊咁樣啦。之後佢就冇做嘢啦，就專心喺我屋企嗰度湊我阿爸同埋我阿伯伯啦。其實咧即係補充一下，好多人都會覺得華僑咧就嚟咗一定係靠歸僑總會，歸僑總會就做咗好多嘢。咁但係至少我問嗰幾個咧，佢哋都話其實佢哋屋企人同呢啲社團個關係唔係咁緊密㗎，即係有一個好自然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大家都要搵食啊。你做嘢三餐都嚟唔掂，你點樣去參加呢啲社團活動咧？所以呢個係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就係話，其實好多社團，即係你啱啱都提到婦聯，咁而家係可能參加工聯嗰啲咧，其實好多呢啲社團都提供類似嘅服務嘅。即係譬如佢哋會話有啲都可以幫你搞，因為嗰陣時話你要翻大陸咧，佢唔係用澳葡政府出嘅身份證嘅，係佢哋呢啲咁嘅社團出嘅一個應別證咁嘅嘢，就反而係認呢啲證去翻大陸嘅。咁所以又唔係話一定要參加你歸僑總會，可能就係呢個原因。如果你要話由澳門翻去大陸啦，即係要過嗰個關，我自己都有睇過嘅。回鄉證呢樣嘢，實際上喺60年代，尤其喺60年代初嘅時候，好似仲係未有呢樣嘢。至少喺60年代啱開始有嘅時候，佢嗰個法律效力實際上都唔明白。更加多嘅係，好似 Jasper 你講到，係經呢一啲社團出嘅一個憑證，去到俾拱北嗰一邊嘅人。邊境嘅人去到睇，跟住佢哋睇咗之後 OK confirm 咗啦，就再去放行咯。而當時我亦都記得係好似冇咩限制嘅，唔會好似今日咁話會去到 check 你帶啲咩邊啲嘢違禁品唔俾帶咁樣。當時嘅管理實際上更加多係停留喺形式上咯。明白。咁最後一個你仲未回答就係保證金呢個問題，使唔使交擔保費嘅咧？移民費啊、保證金啊，或者叫擔保費之類呢啲咁錢。呢樣嘢我反而都係第一次聽，我真係第一次聽，因為我問過我爺爺嫲嫲，我冇直接去到問過佢哋使唔使交錢，不過我有問到就係佢哋啱嚟到澳門時候有冇啲其他嘅額外需要嘅使費，即係話譬如咁去到交過錢，去到話方面係我哋成日講嘅做人情啦，另一方面係政府要你少錢，咁佢個回答基本上就係話佢唔係好記得有呢樣嘢咯。咁可能係因為係你哋個方式係由大陸再落嚟，就唔係由印尼嗰邊直接過去。因為交呢啲保證金嗰啲咧，即係我問到譬如緬甸啊嗰啲，佢哋就要交成皮嘅，因為緬甸嗰陣時係一批人逃犯過嚟，就好多啊，佢哋又要交俾當地政府出關，然後要入澳門又要再交一筆咁所以係個可能嚟嘅途徑唔一樣咧，就好影響到佢哋使唔使交錢。你嘅爺爺嫲嫲就咁啱，就係因為呢個方式就唔係跟住印尼排華嗰邊去，所以就唔使交錢。咁如果你咁樣講翻，我就諗起一樣嘢啦，因為嗰個時候實際上喺我頭先亦都提到我爺爺嫲嫲喺廣州嗰邊度過到嚟澳門啦，咁佢哋喺廣州喺當時嘅大陸政府嘅認知入邊，實際上佢哋係華僑，呢一樣嘢係毋庸置疑嘅。但係喺澳門嗰邊咧，由於佢哋經嘅方式係由廣州嗰邊直接陸路過嚟澳門，咁就變相喺當時嘅澳葡政府官方嘅認別底下咧，實際上佢哋嘅官方識別佢哋嘅身份係由大陸過嚟澳門呢一邊，
雖然實際上佢哋登記嘅時候，亦都會去到提及佢哋嘅華僑背景，但係實際上喺官方嘅認別又係另一種講法咯。係咯，係咯。好，咁我哋就既然講完嗰啲已經嚟到澳門嘅嘢啦，咁再到而家就係日常生活啦。咁到你所知道，到而家咧，即係佢哋仲會或者你哋咧，應該係話叫做會唔會留到啲咩相關印尼嘅文化習俗咧？即係譬如係咪大家都仲唔食呢個印尼糕咧？同埋另一個問題，我想知道就係同印尼原居地嗰邊仲有冇聯絡咧？聯繫啊，或者生活習俗咧？呢樣嘢其實好值得講，我亦都花咗幾日時間去到梳理呢一啲嘢。OK，講翻先，我反而想反問阿 Jasper， 你叫印尼糕啊？即係你聽印尼糕呢樣嘢，佢實際上係咩嘅？實際上係由某一間叫美差嘅嘢賣嘅糕點，即係椰汁味重啲嘅，跟住佢可能係幾層嘅，即係我印象中係有幾款嘅。哦，咁我大概知道係咩嚟啦。如果爺爺嫲嫲講嘅話，佢哋通常都淨係會叫椰汁糕咯，但係就唔會叫印尼糕嘅。咁我講翻就係佢哋有冇保留啲文化同埋習俗啦？習俗嗰方面就我覺得相對少，因為我問翻我爺爺嫲嫲佢哋印尼嗰邊有冇啲咩習俗同喺澳門呢邊唔同嘅話，佢都有提到一啲，但係佢哋都會去到講翻，即係而家呢啲習俗咧，基本上係時代嘅問題嚟嘅。即使喺印尼嗰邊都冇人會再咁樣做噶啦，喺澳門呢邊就更加唔使講啦。佢哋都冇同我去到着墨，去到多講。係有一樣習俗咧，呢一個習俗實際上唔係印尼華僑有嘅，實際上我相信好多嘅華僑，尤其係閩南社群嘅華僑都會有，就係喺生日嘅時候，我哋屋企嘅成員每一個人生日啊，都一定會食兩樣嘢嘅，一種係一種油麥麵嚟嘅，叫長壽麵。另外一種就係會食紅雞蛋，紅色嘅雞蛋。我都想請問下 Jasper， 你之前採訪過其他相關嘅華僑，佢哋有冇提到有呢樣嘢啊？如果係麵同埋雞蛋咧就冇嘅，就反而係一係咧佢哋就會話冇呢啲習俗啦，一係咧就係嗰啲我哋可以 expect 到係佢哋原居地嗰邊嘅食物，就反而你呢啲咧就可能話福建一帶嘅習俗就佢哋就冇嘅。哦，係。尤其閩南嗰邊嘅習俗咯，因為我嫲嫲實際上佢係喺福建嗰邊嚟嘅，咁佢嘅籍貫啦、登記嘅，佢自己亦都認為佢嘅原籍地係福建泉州嘅石獅，今日嘅石獅啦。而我爺爺嗰邊咧個籍貫，我細個讀小學嘅時候啦，小學中學嘅時候嗰本手冊要填個學生嘅籍貫噶嘛，咁我亦都係我跟翻我爺爺嘅籍貫填。我記得當時填嘅就係廣東大埔，今日廣東嘅大埔。明白，即係其實雖然你哋係叫做印尼華僑，即係新客華人咧，其實佢哋你屋企人同埋下一代，我相信佢哋嘅身份認同都已經係強烈嘅一個即係華人，就反而印尼嗰邊嘅色彩係唔明顯嘅咯。我聽到而家感覺。如果你想探討呢樣嘢嘅話，咁其實我覺得好值得一講。反而 concentrated 到我爺爺嫲嫲嘅話，我可以睇到呢兩樣嘢實際上係平衡存在嘅。佢哋對於自己作為中國人啦，咁佢哋都好明顯 recognize 到自己係中國公民啦，同埋佢對自己作為喺印尼生活過嘅人，甚至乎係冇印尼公民權嘅印尼人呢樣嘢係平衡並置嘅。我問過我爺爺嫲嫲嘅就係印尼有2次排華，你哋都見證過，都聽過經歷過，咁你哋會唔會好憎印尼啊？咁我嫲嫲就一聽到之後就好斬釘截鐵咁樣同我講，即係我喺印尼嗰邊出世，印尼嗰邊大，相當於啦，印尼係一個後媽，係一個養母，咁你同佢生活咗咁多年，喺有咁多嘅回憶，屋企人都喺嗰邊生活，你又點會憎佢呢？而實際上，我爺爺嫲嫲一旦喺度睇到印尼相關嘅新聞咧，佢哋尤其係可能關於一啲比較正面嘅新聞啦，譬如可能係話印尼嘅國慶啊，或者印尼喺世界賽事攞冠軍啊，佢哋都係會唱印尼嘅國歌噶。哦，咁犀利！係啊，佢哋都識，佢哋到而家都識唱啊。咁我即刻追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時事啊，佢哋對最近嘅動亂有咩諗法啊？呢樣嘢反而未問到佢哋，我都係呢2日先會睇到，所以我未問到佢哋呢樣嘢。不過佢哋過去亦都
都係講翻排華嗰邊啦。咁佢哋對於印尼排華咧，當然啦，我都相信係同絕大多數嘅華僑一樣，都係對呢樣嘢好憤恨嘅。咁尤其係我嫲嫲啦，其實我爺爺都係，佢哋對於印尼歷史，尤其係印尼獨立之後嘅歷史嘅解讀個分野係好鮮明嘅。譬如話佢哋去到聽到嘅關於即係一啲嘅節目啦，去到介紹印尼或者喺度講印尼華僑嘅歷史，去到提到蘇加諾嘅時候咧，包括佢哋同我講翻佢哋自己呢一段歷史，佢哋對於蘇加諾印尼嘅前總統蘇加諾總統咧，佢哋都係會尊稱叫做老總統嘅，或者叫老總統先生咁樣去到嗌嘅。而對於佢之後嘅，亦都係我哋大家熟悉嘅印尼獨裁者同埋軍事強人蘇哈托啦，佢哋嘅語氣基本上係好不屑嘅，而且好多時候係又唔係好多時候嘅，有啲時候啦。佢哋可能會用另一個講法去到指代蘇哈托呢個人咯，即係可能類似於嗰一個人或者嗰一個軍頭點樣咁咯。咁都合理嘅，因為就係蘇哈托搞亂，即係叫做排華呢啲所有嘢都係佢上台之後出現嘅事咯。呢個合理。不過我問翻我嫲嫲，佢亦都承認嘅，就係喺蘇哈托嘅任內，雖然佢做咗好多好，即係用我嫲嫲話做咗好多傷天害理嘅事啦，但係亦都係喺佢任期內，印尼嘅經濟係佢可以睇到係有所發展嘅，啲人嘅生活水準雖然話都唔可以叫好，但係實際上係見到有提升嘅，都有一定嘅現代化嘅。佢呢樣嘢佢哋都唔會否認。咁你哋而家仲有冇親戚係喺印尼嗰邊？有冇聯絡㗎？到而家仲有，但係而家嘅聯絡咧，我記得好清楚，就係幾年前嚟過一次啦。喺我成長嘅時候，見印尼親戚係見過3次。咁我亦都問過我爺爺嫲嫲，我爺爺嫲嫲就話而家嘅聯絡其實都已經算係疏堂咗噶啦，然後都係即係可能幾個月咁樣打個電話過嚟，有啲時候有好幾次佢哋咪嚟過咯。但係喺再之前，講緊喺80、90年代嘅時候，我爺爺嫲嫲係帶住我當時嘅家姐，係專門翻過去印尼一轉去到探親嘅。一方面係探親啦，另一方面係去到聯絡翻鄉誼啊，講翻聯絡翻情誼。咁都又係合理嘅，因為移民族群就係離開咗原生地，過多唔止話一代，可能係咯，即係2、3代之後就已經變得冇咁緊密嘅啦。呢個好自然嘅一個事。咁我想追問差唔多最後一個咧，就係反而係問翻你自己呢個問題。咁我每個人到最尾都會問identity 身份認同。咁我就同其他之前嘅受訪者傾咧。佢哋有啲人咧就會話，當知道咗自己，即係佢哋可能一開始冇咁認真去了解自己嘅華僑嘅歷史、家族嘅歷史咁樣嘅，咁係了解咗之後咧，佢哋反而有啲對身份認同唔同嘅諗法，即係譬如話，究竟我係咩人、邊度人咧？或者佢同唔同嘅人就講自己係嚟自邊度咁樣。咁我想問下你自己嘅身份認同有冇即係點樣咧？係咯。我自己對於身份認同，咁我首先要講翻啦，喺我自己嘅意識入面，身份認同從來就唔係一樣，亦都唔應該係一樣會令一個人感到困擾嘅一樣嘢嚟嘅。咁講翻咧，人生有咁多嘅不如意嘅事，亦都有好多嘅難。咁點解要特登咁一樣嘢去到俾自己攞嚟受咧？身份認同，尤其就我而家嘅認識嚟講啦，係一種 strategy， 係一種策略咯。即係如果係對於你自己，喺呢一個喺唔同嘅場合上面，尤其係對於你自己喺同自己切身嘅利益依歸係有利嘅話，咁我自己嘅認為就係喺唔傷害任何人嘅前提，同埋喺唔會話影響到自己嘅前提底下，咁你就可以 active 相應嘅身份咯，去到同佢哋交流咯。亦都係因為呢樣嘢，所以其實包括我自己屋企嘅華僑嘅景啦，亦都令到我由細個開始就對語言好感興趣。我自己而家都學緊幾門語言嘅。咁所以如果係咁樣聽你同其他某啲嘅受訪者係類似嘅，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即係可能不過佢哋係因為困惑，佢唔想煩，所以同唔同嘅人就講自己嚟自唔同邊度。咁你就反而都係同唔同嘅人就講唔同嘅身份認同，但係你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沉重嘅事，只不過係一個係咯，你話齋嘅 strategy 咁嘅嘢啫。
包括我同我嘅朋友啦，小學、中學嘅時候，尤其係我中學嘅時候啦，個朋友同學一問到我，甚至係會大講特講添㗎。你會唔會想知道更多印尼嗰邊嘅歷史文化之類嗰啲？我會，所以亦都導致我喺讀大學嘅時候，我揀嗰間大學就比較特別嘅，就係廈門大學，福建嘅廈門大學。咁一方面，我讀咗廈門大學之後，我亦都去到揾到更加多專門嘅研究東南亞華僑，甚至乎東南亞國家嘅歷史。咁喺廈門大學嘅檔案館，同埋有一個專門嘅機構嘅學術機構係去到研究呢樣嘢嘅，叫做南洋研究院。我喺廈門大學讀 history 修歷史係呢4年，實際上都睇咗唔少呢方面嘅書，亦都聽咗好多佢哋研究前沿，佢哋研究嘅動態相關嘅講座，咁亦都令到我知道得更加多咯。好啊，咁睇嚟呢個華僑嘅身份，某程度係豐富咗你好多嘅生活，知識上面又好，實際嘅其他情況，日常生活都好。咁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先，感謝你接受呢個訪問，希望之後有時間再傾。多謝。我最後補充多一句啊。好啊，好啊。你最後問到身份認同呢樣嘢啊嘛，係咪？咁我可以話，對於好多包括我其他識嘅一啲嘅華僑朋友嚟講啦，有華僑背景嘅澳門人嚟講啦，有一啲人會認為實際上自己屋企嘅華僑背景同埋自己當下作為澳門之間可能係兩樣嘢嚟嘅。佢哋唔會話好習慣咁樣去到將自己嘅華僑背景，甚至乎有一啲人自己對過去可能自己嘅爸爸媽媽啊，或者係可能爺爺嫲嫲、外公外婆生活過嘅嗰個國家有興趣呢樣嘢，同其他人去到講。但係就我自己嚟到講，反而係自己屋企有過海外生活、海外出世、成長，而家可以嚟到澳門呢一個又有咁特別嘅歷史嘅博弈之地啦，叫做風中之燭一樣嘅城市，有一個咁特別嘅，又介乎於中國同埋葡萄牙之間嘅呢一個咁特別嘅城市生活，先至係會令我生活更加係有多元化同埋多樣嘅色彩咯。我亦都可以好肯定咁樣講，我自己對於東南亞喺家族嘅東南亞印尼生活嘅背景又好，我自己作為華僑嘅後代都好，先至更加令我確證到，更加令我定位自己作為澳門人有一個咁嘅多元化思維同埋看待世界事嘅呢一個身份認同咯。呢兩樣嘢實際上唔會係互斥嘅，反而係前者去到反哺翻後者。咁對我嚟講係咁啦。明白。咁即係我好多人係冇呢個機會，或者冇諗過去深入咁了解自己嘅社會，或者係其他地方嘅社會，反而係呢個身份令到俾你有一個機會。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先啦，因為時間不多啊。係，多謝晒 Jasper， 多謝 Jasper。好，同你講聲拜拜，大家拜拜。